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研究第10集，每集有10篇文章。今日嘅主题係客家詩言語同華語互相嘅翻譯，一共有360句，一個第3部分。課文142對照錄音。第93篇來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共下來參考研究客家白話文同華語之間嘅一個翻譯嘅問題，大家來研究。是的，華語同客家話，詩言也同一個華語安尼哈。大家熟絡了解客家嘅詩言語言同嗰個華語嘅互相翻譯嘅意義同應用對日常生活之中，不管是講話、做人做事等等方面都有動態嘅好處也係文化交流、意思表達嘅一種。尤其當今一個發展地度裡一個統一翻譯嘅。而精通雙方嘅語言以及文化，將唔會影響他人家，同時唔會鬧笑話嘅現象出現。頭下呢，我哋出嚟研究先講華語同客家詩言語嘅不同嘅所在，一共有9點，呢9點呢，大家要詳細嘅嚟讀看啦，來了解。一個第一個呢，就是都係3條詩上1、2、3、4上有華語有4上，客家話、詩言話有6上第二呢，客詩言冇一個簡實音這次是212一個所以對這個用到華語簡實碼嘅語碼就困難多多親像講22號一個安尼所以講客家話一點呢，許多北京嘅時節，我相信就會困難多多第三，一個音調嘅調詞第四上嘅呢，華語是有高音到中音。客家詩言嘅呢，是由中音到大音。親像講樂意關於華語樂意你一個就你，但是客家話變成樂意你冇相同。第三呢，另外音調是第三上嘅華語也是叫兩篇呢。客家話嘅注音也係叫但是客家華語呢，是由大音叫放來到中音，讓發上去，親像道理的理，樂意理但是詩言話呢，佢冇相同，先來從高音到大音，讓發達上等等呢。一點呢，第三上兩個是符號相同，發音不同，所以頭都講樂意你一個就華語樂意你，玻璃嘅你玻璃一個你就是客家詩言嘅華語一點呢，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多了解。第四呢，入上詩咪個屯落度嘅上音團音嘅一個就過去來講是 PDG， 也係講PDK。華語是冇一個入上詩，所以一個後生人讀華語關係嘅，讀到有入上詩嘅所在呢，亦就冇辦法。表達出來一個 PDK 嘅一個音，親像竹雞門，
一个标准的音，但是变成主尾门，主尾门变成来是第五呢，连音上母，个上条音词不同单词同冲上词，语词都不同，因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地方，一个冲上词就会不同。但是客家四海太平安呢，一个冲上词、感叹词是一样的也是最难得的所在。经常哔哩啵咯、噼里啪啦、稀里嗦啦，也都一嘛，完全是相同第八，一个客家人的连音是等是其实个音调不同，意思就会不同可能一个冇相，意思冇相同。提示上通常是一种否定句，个不同一个意思所以头都所讲有冇嘅名音，归华语嘛，为了也没能个别个八个字嘛一模所以一个就是客家话语先发提到的最特殊的素材第六呢，华语韵母佢就有什么音节嘅，但是客家话佢多经常讲可以有爱开安尼可以有爱开一个是这个音，一个就客家话语言特殊的所在。第七，一个头都讲冲上词嘅尾同有发音不同。客家话所讲的是尾乌，但是国语呢是尖对乌。伊呢也个是客家话是个音半音来嘅声音，按国语呢是按呢是冇相同发音不同。以前一只有冇语音。头都所讲冇个为了音咩呢个别个字嘛，但是一个头都所讲微乌的音国语叫做尖对乌啦，按客家话是微乌，所以读到一个一同乌的时节就会产生到一个最难唱的歌的那个语音就出来，就叫 IUN 个韵一个就讲韵叫嘅韵，所以一个客家一个本色嘅歌嘅地方，唱到了面韵一个就我有个差别啦所以我哋对一个事实，头都讲同我嘅事实音调不同，意思就不同第九呢，个族群同地方不同语音同文语各有不同的用法，所以一点呢，白话语文是本土语文的职业本土语文，所以本土语文按样来讲就按样来写，也就传统的文化按样来用文字来表现出来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是客家语同华语的。华语同文语互相翻译，冇得当的时间容易发生人亡，也是闹出笑话，是面子老亏的所在也是真多。尤其唔少华语同好多嘅客家嘅乡亲，为加强留意小心这一点一个语言不同造成人亡的事情真多所以过去一个闽南方面呢，那个都发现去由于统一嘅翻译冇正确，造成人亡的事真多所以经常相信大家多多留意本文所提嘅日常生活、日常常用嘅话语同文语安尼再讲到熟络客家话语，
一个西安语同华语嘅互相来翻译啦，嘅英语同应用对日常生活可以讲啊非常好哈，做人做事等等方面呢非常有好处，对文化嘅交流、意思嘅表达也係非常嘅好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相信大家都要嚟研究一個客家白話喎。再講到在台東呢嘅市長啊，莊國柱啊，日本先生，日本單就係學家人、學甲人、台南人嘅啊，在台東綠地同鄉會嘅雙腿支持嘅事情呢，而故意用一個國語、華語同台語混合使用嚟支持，他講人哪個都會學喎，哈！你講啊，我是學家人啦，會吸煙，哦，啊，然樣嚟講呢，我是客家人，哦，吸煙啊，他講人都樸素素怕唔怕嗰個學個這喎呢？台底下嘅鄉親，因為講啊，一個莊市長啊，非常有客家人嘅嘅認識客家嘅啊嗰個想法，所以說我嘅客家人，當然我係客家人會吸煙化，而當成安尼嘅個唔係他個樸素嚇，一個我是客家人，吸煙講我是客家人啊。會白人安尼係嘛啦，一個神奇嘅事呢，本大家流傳到地方，台東地方啊，大家都非常嘅感謝一個台東市長莊國柱先生安尼嗬，後來我哋來舉例來說，值得嘅翻譯客家嘅西安嘅語同華語一個部分安尼嗬，第一。關於講裏面啊，就是我哋客家話肚裡，地肚裡，這個地拜，一個翻譯同一片。第二呢，關於講傲慢，就講係局勢，那個局勢邦田，一個就是講啊驕傲的意思，傲慢。第六就是第三項，端茶，拿茶本人是啦，端茶為嘢，客家話就講啊，倒茶、捧茶、捧有通蒙啊嚇，蒙茶啊，捧茶本人是，係用松樹哦，第四背心就關於啊客家話就講加夾白嚇。一個在字頭前有個筆嘅音，所以講冇白安尼，加夾白。第五講話結結巴巴，按照客家話樣嚟講咯，結實安尼嗬。第六關於講啊不巧就是冇拄好嘅意思啊，冇拄好。第七一個這麼巧就講啊。按拄好，講個土地話就講好是唔是，好是唔是，就是講啊按拄好嘅意思。第八那個拄好，一個是乜個意思呢？客家話就拄好就講最好的意思，全部都好啊。第九乾淨就關於。客家話就講啊，強力，冇錯，冷力一句話啊嚇。第十，抱歉，關於講抱歉，客家話呢就講壞些，for I 壞些。第11，更加努力，乜嘅嚇，就一致嚇。古書創作性比較多呢，字讀到第二呢時間，用一字啊一是北普音，一是南普音，這兩個呢，南北語音要清楚。第12，一個瀑布
学法用来讲啊，瀑布这石头实际也个就讲水中佛水中佛第13也好，又美好又美好，一个美呢，又黑好嘅黑有3个音，都在那个转折的语气的时间，出美又美呢按这个否定句，一个那个不同意嘅个唔美另外呢，其实讲是不是客家话呢？就讲系唔美系唔美。好，第14是不是？就是讲系唔美第15芒果呢，就是讲反身呢反身呢，一个芒果就讲反身呢。第16一个芒花是乜嘅东西呢？芒花就是讲一个沙扎法，芒花有一种讲法啦南部是讲沙扎法，拍嘅第17龙卷风，应该龙卷风，客家话那个酒菠萝风，木头讲菠萝酒风cái đường cao suy嘅是这个风呢，又系青苔好，18掉头寸，冇错咧，掉头寸用真高咧真高唔得咧，一个高用我用那个体术状态是用那个牛设计姑娘嗰叫做高姿一个牛背个很掉，叫做讲真高唔得啦一个19反过来，客家话又讲咯，变转来，你是反面相，关于反面相，就讲辣惨，顺时钟也就顺嘅但是反时钟这个辣惨咧第20旁边就是身後好，这个看大下嘅圖，一個龍捲風呢，就頭先講嘅酒菠蘿酒風龍高水嘅風，一個姜州最強2度一個龍高水嘅風，一下會所謂全部會搭用一下，就是贴起来的贴那个浆糊贴起来贴，也就是呢有疊搭兩個音疊同搭兩個音一個第8它呢所在，第一個是搖尾巴，用來講呢這個 fit me， 也就是有3音fit foot fin 有3音，通常都冇相同如果 foot 人會打人fin 都拿來打定啲用扭到沙狗嘅時間退到那個 fin 呢而都唔會啱唔講，那個 fin 呢那個別冇需要 fin 一下嚟可能是呢好一個就是講一個 foot 有3個音，第2五花肉，關於講五花肉，我哋客家話所講3層醬，醬嘅就是呢是熱片加上醬一個醬幹呢是醬醬GEN醬一個我講一個醬中有個醬同食佢寫每個醬嘅醬。兩隻是冇相同醬幹是講很漂亮，熱醬呢就講過我個醬用嗰度是冇相同佢用一個那個草石頭加上個金銀的金嗰個是一個
薑个量啊是300字哦，猪肉薑，人嘅薑，无嘅嘅薑啊，一个无相同啊，分二分类啊，植物类嘅用一个草石头嘅墙石墙。第3糟糕了，糟糕了关于客家话就讲坏太爷，坏太爷，叹号嘅时间呢，坏太爷，个闽南方面有好多发展过来嘅，多点嘅，就讲啊，一个窝嘅啊，点变转来么，同关于讲嘅糟糕，糟糕乜嘅意思呢？就是讲啊，一个狗呀，一个三九四母。好，这是切菜板，关于讲切菜板，俺哋讲蒸饼，第5水很浅，水个浅啊，所以客家话就讲水姜咸，第6水浑浊，是讲水浑VUN，有冇做什么有啊？所以读到一个情况之下，一个 V 头 U 嘅头前，要加上 V， 水浑好，第7毛虫就是肉圆虫肉到个菜糕肉圆虫。第8蝴蝶，你又讲啦，用叶白呢 IAB， 一个 B 嗱啲係背嚟讀背嘅用葉白唔好講用葉 A 哦，一個是連音字，在字有背咧頁面咧嘅背提起上第9來不及，一個客家話我哋講來呼唔擦第10嬰兒，我哋客家話講烏牙喂，要講烏牙喂有兩字嘛烏牙喂同烏牙喂這個俄式是字式加上亞洲的亞族的烏牙喂第11打耳光關於一個客家話咧就講別在角別同弦冇相同哦。別是18種，有數大，有片一個有片嘅嘴角，弦呢有數大左片嘅嘴角一個這個弦同別冇相同一個打耳光是別嘴角。第12不理他，莫答佢。有個莫插字，冇得講莫應字，有幾種講法。好，第13螢火蟲，一個北部鄉親講火焰蟲，南部講火焰蟲，冇唔錯。個焰是海陸話，焰是南部話這個一個焰。一個北部嘅海陸嘅語言，第14小蟋蟀用嘅咯，就節蟲我已經叫面上叫下嘅初節咧第15茄子我哋個吊菜葉一個16假的茄子。假到茄子，也就講龜殼嘅，就講另外一個細粒嘅，嗰種標出嘅又唔係17口水流爛下頚，怎麼講也就是講不用假時，用假是指供養的用假18橘子就柑咩，個另外一個呢？要咩講海梨陽明山嘅海梨柑咩19這麼小就個安色安色嘅安妮嘅安妞嘅
有一种话，扭扭way 啊，一個 way 一個意思，北部開咗嘅音唔錯，而天氣上，扭按呢按呢啊，也叫做按呢啊，用在字，不大。也就冇嘛，做我们的在字前面是形容词、动词，冇做名詞哈。按一個啲呢頭前是形容詞、動詞呀，能符合啲那個文法哈。第20追上去，一個客家話就講啊，腳上去，腳過去啊。你21捨不得就唔攀得。三得啊，得一得啊，三得。第22，一個精巧玲珑的女孩，人家講咯，通常人講阿牛喂。好，帶下來火焰蟲，一個火焰蟲，鹽同鹽茶兩鹽，海陸同西安是茶兩鹽，同桂林是茶一鹽啊，茶一鹽。一個他個地得咯，嚇，就種崖啲深山嘅度，那個西安呢，崖就變成個海陸嘅，嚇，好一個海陸同西安是以西上地度裏，茶兩鹽，加兩鹽麻錯，減兩鹽麻錯，嚇，好，但係有一個那個童謠。應該童謠啦，咪童歌啦嚇。一個火焰蟲，節蟲，按布頭吊燈籠嚇。火焰蟲，節蟲，按布頭吊燈籠，安尼話係韓式嘅時候。我來看踢球團做什麼？踢球做什麼？做麥嘅嚇。做哪些做麥雞安尼個，變到做麥雞安尼個哈，做什麼？怎麼啦？娘眼咯，一個啲怎麼樣的？第23啊，另外一種笑話呢，是樣同樣同樣也兩隻詞。但是也考試一個教育部同學位片都是用信仰嘅樣，一個意思嗰種都冇碼出來，係咪哈？第3，男孩子就是講誰來嘅，第4，男人就是男美人，已經結婚嘅人，男人，一個男美人是結婚嘅，係冇結婚嘅呢，就講啊。誰來嘅？第5，女孩子就是講誰模嘅，一個最細嘅模嘅有用過咯，誰雜嘅模嘅，第6，甜不辣，我講一個北部鄉親，某啲方面呢就講蒲菜，南部是講跨地安尼哈，要一個第7，睡不着就個睡唔落覺，冇就講煩躁，一個就是第8，那個泡美顏就來電的時間，泡美顏你歸你就大人怪一個就來年的意思，一個牧師做來世啊就誰沒看誰來呢，就要用來的冇就有隔幾時間呢，就大人怪條可能跨過去怎麼講客家話跨過去就欠過去一個使用嘅可以希望來到苗站地度嚟看安尼也就第9嘅跨過去就個欠過去。第10，呼來亂來就是講攬三來一個三呢反三嘅三，一個鹽一個東西一個密室做嘗試就攬三來攬呢就爛泥巴就爛3點水加上甘，他人的甘一個是
11私房钱，私房钱一個叫私改，私改啊。第12一條魚嘅，這個1.5米嘅，1.5米嘅啊。流鼻涕，這個流屁，流屁，冇到掃屁屁掃出來嘅啊。第14翻找東西，就是變抄東西，冇到講變東西、抄東西啊哈。一段時間，這個一搏嘅、一站嘅、一攤呢，有一個句法哈，一個一搏嘅，因為搏就開了音啦，到後面變成嗰個的音，嗰個音嘛哈，所以講啊，第呢就頭前是形容詞、副動詞啊，一個用為了音咩呢嘅別一個音啊，再看第16藏起來。就編起來，編起來啊！別鋪那個空起來，用講空起來啊！好，17壞脾氣，這個壞撇頭啊，壞撇頭。第18老丈人嘅蒼蠅咯，蒼蠅咯。第19下痢，就佢哋客家話講啊，餓下巴。杜相唔好，個時問題講杜相唔好。20口水就是個後難。21很聽話，用嚟講有10多後難水嘅，10多後難水嘅，佢談話10多後難水。第22搗亂就六事棍，搗亂。蜻蜓客家話講姚明嘅。24呢，蜻蜓點水有乜個意思呢？用米嘅米啊嚟減水啊，比喻時間佢短啦。前咗講啊，來了，前種點火一樣哦，前種用米嘅點水一樣啊，一個土地度裡用米嘅同果樣嚟講啊，用米嘅用價格。土色呢，下來我睇下吧，安尼話啦。好，一個所在時間的關係呢，再利用幾分鐘，同大家嚟講下嘅。連音字簡單講 A 音咩哈 ？A 音咩？古書創作性比較多呢是E音啊。一個單個是為、咧、耶、咩、呢、嘅、嘅、別，一個是古書以外嘅地方。古書呢是為、哩、一、咪、呢、幾、比嘅音，一個是連音詩喺度哩，個提述古書。咱南部有閩南腔、古書腔、台灣腔，有3個冇相同嘅素材喲哈。一個 A 音咩呢？同古書嘅 E 音咩呢？就實體字，乜個能實體字？望文生義，可能都啲嘅啊。嘅有腔有實，有八則詩哈。另外數字就阿同 O 相同，聲母單個是我老有冇能我波嘅音。好，希望大家多多學習客家語詩音同國語之間嘅關係，一樣嘅嚟作為流利客家，能夠感情嘅交流、意思嘅表達，真有辦法學。好嘞，今日時間的關係就講到呀，33分48秒。以上是蒙大家，感謝你，再見。是蒙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可以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